他现在有计时就是了吗？大台了，我就跟你讲，大台开始了。还是没有电池。好了，等一下开始了，然后。好，好的。 部落来，他们用他们的歌声来喊喊的用同样的歌声来到满江风所，希望我们能够来一起来共同和他们祈福哈，希望他们能够在丰年祭这段时间能够平安风调雨顺来，我们再次我们热烈的掌声，来，我们听到，大家们听到哦，刚刚在这里有不错，我们部落的所有勇士到我们来报信息，来告知我们部落。 开始丰年祭，希望这段时间有空的所有我们能够去观赏，也去参与他们的丰年祭哈。好，再见，把部落好，把饭都开了。对。 部落的所有勇士，大家能加入等于好，
要由我们乡长做一个共同跟我们部落来一起祈福哈。好。Ni tolong bagi tong ya atau asmi tahan tadi kamu tangan sah ini ya kuba. Ini sama asang kepo long atanya ha. Us. Ini kami kabar tinggal. Tadi ni aku bawa patakos. Kami tengah kami naro. Hormat takdirai. Ulasing, ni anep tasa to ni nang napolar, ipanay kami. Marapon to kotaya na may tininero, maripahak nero mapolong. Itailang kami to kotsew, atu yako ba mapolong. Katani ada daya inero, adawang no na may tingalaw, namay toke. Ipakalabi kami gini nero, han may busor. Haray! Wow! 我们是来自顶了部落的勇士，来我们乡公所来举报。 今年我们大丰收，所有的农作物一切顺利，丰收。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丰年祭来告知我们所有乡长、乡公所所有同仁，能够在8月9号宴客，希望所有贵宾宾客能到我们部落去参与我们的丰年祭并宴客。各位。大风。 走！马上来，滚！准备，滚！ 我们现在就是要交换我们的信物哈，来，这个请到前面来一个，来，这是表示我们顶完了部落的所进的信物哈，代表他们部落和睦来，就是给他们让他们这个信物交到我们乡公所这里来，表示今天。 能够今年一帆风顺哦，阴条不顺，那个风调雨顺，哎。好呀，国舅，你nang ko sampai ni nama disonan. Upera, ecap atau mistengaran no, komong nama misang anak pa. Sampai tato dong tamunan itu ni, modal itu aku pak, kan kami besar. 来，来，掌声！这是我们部落所采集的这个槟榔叶，他们所制作的酒是用别大做的酒哈。好，现在由乡公所来交换我们的信物，来代表我们公所有乡长来回赠我们的信物啤酒。 米酒跟头目，啤酒你们自己喝，头目不喝啤酒。还有这边还有2箱哈，还等一下，他们要表演一下，来祈福一下，来加油！来，我们的爸爸来跟我们乡长一起来，喜欢秘书来一起来为我们这个部落来祈福哈，祈求我们上山祈福灵能够庇佑保佑他们。哎。
Ini kami tolong kita hau, biar kita to, wama atau doa semeta. Nah itu na, ini meta ngak, aku ini sini meta macam punya ro, macam penaran hantar ngasai tidak ini ro hau, naik kamu, anda bercerun, apa soal, awak tak tolong ini sini meta berkeruk, radio, macam kita mau dong hati ini ro hau, anda kamu kapah, anda dah hamil ikut tu ni ro, kapah ini namu, wawa namu, mama namu hau ina, di poton tu hau. Ini sang doa betul. 谢谢我们乡长跟我们的高巴秘书，代表公所跟我们部落一起来做祈福，祝你们平安喜乐。好。Jadi patakos kita o kapan tinggal, patingin itu no Yakuba, patingin itu no Bocil, mari pahal tu kita tindih, masa kerau kita tindih ayah no, tanan no Yakuba. 好，现在他们要表示表演他们的舞蹈哈，歌舞来展示他们部落的传统我们歌舞表演啊。哎呀哦哟，哎呀哦啊哎哟，哦哎呀哦哟，哎呀哦啊哎哟。 他们是牵手，然后互相牵手，表示凝聚力量、凝聚心这团结一致哈，希望这个部落能够在他们带领之下，部落能够蒸蒸日上哈。来自那么马卡达亚所活动哦，跟着唱会唱的唱，一起来，跟他们一起来同乐同欢，我们公园季节的歌舞哈。这当中，我们一个最优秀的这个人哈，来自顶乐部落，我们美食得到我们美食这个冠军还有金牌的哈。我们现在那个因为他的美食身材越来越强大，就是他哈，你怎么反啊？你又反哈很有名哈，在全省来讲更是一个金牌的哈。还有李唱的刚那个青年也是音乐系的，我们音乐制作的哈小朋友这前面哈，这个部落将来很有希望哈就代表这歌声能够我们共同起来哈，我们今年所有的丰年季节能够一切顺利平安，也是在祝福我们各位每个人能够得到他的祝福希望我们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能够顺顺利利，得到平安。 他们的本身是毛，黑的，那哈，等于是毛要这个表示他们要身上要有我们当地要有枪，所以他们一样要有那个
卯的意思就是第二生命，我们伤病也是一样，枪是我们第二生命一样哈。准备，对。 这个部落年轻真的很有纪律，很有精神哦，表示部落训练有素。我的那个，你怕他们不走，你那个啥巴拉，他们那一点的包了，今天我把，把那个，你先弄买，那那个tadi kamu nomor itu ke, hang anak ko soal ini, ini nyara, rai. 好，现在我们周琦乡长，我们支持周琦，我们，哎呀，恭喜anak koko, nyara ini tinggal. Tadi kamu di Patakos, mana itu kami, tunan Amerikaan, 种稻子、种玉米，丰收上来给它好，所以告一段落。男男女女是男女女，下午我们的同仁刚刚有做报告了哈。下午的6点钟，欢迎大家到他们的部落来。丰富部落是阿美族的部落最高的一个部落哈。1000海拔。对，少一个女的。那我们的队伍里面非常的坚强的阵容，那么哈，我们的优秀的子弟以林诺凡参加世界的美食的比赛得到金奖哈，金牌奖。农业林志玲哈，还有我们音乐系的音乐才子刚才领唱哈，这个部落是非常有希望。双边的未来竞争，马德光的班长，minta patungan, nana minta karikat, kapan jago merah minta。Aluman Anikutan Patagos， 记得去年没有这么多的人哈，今天的非常的有纪律，谢谢我们马诺卡巴当信义哈，还有我们的几个马诺卡巴一起带队来，你们的服装非常的整齐，非常的有特色，因为别的部落也有来报讯息，你们的非常的整齐，非常的有纪律，咱们主持人刚刚也看出来，我想各位的同仁，我们再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好，我们掌声来。 谢谢你们来到乡公所报讯息，邀请我们到你们的部落。那房家姑娘们，房家姑娘们各个都能平安健康，事业更顺利。Angkuh ini kita nan, arai. Arai,掌声，来宾兄，这样。Lihat kita, arai itu, abang kita minta om, kita minta abang. Tinggal. 这表示感谢的意思哈，打我们的意思哈。好嘞。Hang tu nama ko, kata ini ko, kata ko nama jauh. Arai, hanya mai. Pasal kami, pasal tinggal tu orang kata mai, kan hak sor. Naan. Hai, saya terang ha. Hai, siapa tu atau isi? Oh. 德国一些能量的好，也谢谢我们乡长、秘书，还有所有我们的特色的主管及我们同仁，在这里来迎接你们，来表达对你们的敬意哈。希望你们够晚上我们会去品尝我们右凡的那个意式美食，好。 好了，来，再次掌声，谢谢哈！哎，平安多那个车哈，不要进去到前面那个房子，不要进去，直接往左转。进去里面就麻烦哈。好，等下各位同仁，他们所进赠的西柚，等下要喝完哈，要吃完喝完。 来，我们谢谢这次我们平安部落，大家都加入好，把掌声，在你的部落好，还有谁？有一些农民到你的好，大家你把好，怕他们会进去前面那个房子去做。